色道，嘿。哦，来这边参观有机农业，有机农业怎么栽培？哦，你看有网室啊，还有这个用塑胶布盖的了。哦，好棒！哦，正前方那个是茄子哦，长久的茄子。哦哦，可以种菜呢。哦，正前方真善美时代广场还有餐厅呢，还有地上还有很多那个市民农园，每一个人5平呢，哦，1个月200块呢，哦。哇，这里还可以欣赏高铁，真好哎！哈哈哈哈哈，真快乐，真快乐，真快乐，真好哎！哈哈哈。上高铁？哎呀吼，那也看不起啊，那个高铁、火车这样，因为那是第一美啊，因为那展现的是第一美啊。